歡迎大家今日嚟到邁向2010年代香港開創新香港精神第一屆香港青年學生證書比賽暨自資代言會。今日我好高興請到咁多位來賓，Hello， 大家好。由香港青年學生動力副主席鄧偉雄先生、蒙錦文先生，好多謝我哋副主席凌俊傑先生、宋思嘅先生。同埋我哋政府代表何富先生，不如我哋今日就請香港青年學生動力副主席蒙錦文先生同我哋講解下香港青年學生動力係咩嘅組織嚟啊？大家好，咁我係蒙錦文青年學生動力嘅副主席。咁點解一開始會成立呢個青年學生動力呢？就因為我哋覺得青年同埋學生係香港嘅未來。咁應該勇於開創，敢明理想，同時要勇於承擔。基於呢個信念呢，我哋喺2010年4月創立咗青年學生動力，舉辦各類嘅學生活動，鼓勵青年同埋學生共同不懈嘅學習，志在改革，務求要將呢個香港建設為更加有動力、更加有理想嘅社會。咁我哋香港青年學生動力有3個宗旨，就係致力幫助學生3個業：學業、就業同埋創業。唔該晒，唔該晒。